有心了。就这一句。不然呢？300万，我不能看了你的评估报告我就把钱给人退回去吧？300万吃进去，不怕把肚子给撑坏？要是时机不顺，你赔进去的，2个300万都不止。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，OK？ 你是金公子，别说是300万，就算是3000万，你老爸都觉得给你买个教训。看但丁，什么意思？你可以玩创业。挑一个风险大、回报快的项目，因为你不怕输。但是你的朋友淡定了，他一旦输了就得自己扛。众筹或是股权众筹这种门槛低、找钱快的融资方式，这个是个双刃剑。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？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毛病，未来有多少的不可控吗？温哲，你给我听好啊！我金小贝出来创业，跟人泰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亏了钱，我自己打工慢慢还，我不会问老金要1分钱的。我跟我兄弟但丁是一模一样的啊，所以你不用在这给我背天饼啊！你跟我讲投资理论，对，你们风投是严谨是科学，但是我拿得到吗？啊，梦露开口问我要20%的股权，你们风投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啊？是。金小贝，金公子，什么都懂，但是你不怕万一搞砸了，会伤到但丁，伤到那票众筹的小股东吗？不是，我怎么觉得我出来创个业，感觉是要危害一方啊？你就那么肯定我会输吗？我不肯定，我做风险评估，你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有不少软肋，而且你又采取了这种难以掌控的融资方式。我是要警告你，啊，你的但丁。破船出海，承担不起这叠加的风险。什么叫破船出海？你说点吉利的行不行？你咒我呢？我要尽我的责任，而且在表达我对你的关心，明白吗？就看在上次你帮我们的份上，我就当你童言无忌了啊！晚安。海报不好张啊！昨天收到总部的抄送，是我转交给孟总的。上面明确指定秀妍给中国大众化妆品区域做销售。我其实看到了这一条，但是没有太注意 ，sorry 啊。没事，孟总没让你传达，你也不能乱说啊，不怪你。你是不打算在上海长待吗？那天在地铁站碰见你，你说你不打算买车。之前是没有打算，看事业发展吧。现在改变主意啦？对了，有件事情我跟你说，但是很绝密，你不能告诉第3个人。舒婉婷和孟总向总部推荐的人选都是连瑞，千真万确。我给你在健身房办张卡呗。晚上好呀。好什么好？几点了？正常人都睡觉了。你对着我的门唧唧歪歪的，很扰民，你知道吗？这嫂子咱们2个人而已啊，扰什么民啊？我今天只是有点兴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项目啊，有个投资人拿了300万过来，我根本就没要他呢。我上网众筹一下就筹到300万，你说我厉不厉害？你别在那儿晃了，我头晕。想听实话吗？废话当然了。我觉得你们过于乐观了。你们的产品很小众，噱头大于实质。众筹是能解决前期的资金问题，往后呢，股东那么多，很难把控的。而且以我这么多年做营销的经验，一个发展到50个，不代表50个能发展到500个，越往后越难。哎，不是你，
你这话说的怎么跟温哲一样啊？真的吗？他也这么说？啊呸！我就不该提他。明天早上吃什么？早饭我戒了。不，你没有。孙娜这两天没什么异常的，每天都在跑医美。不过医美那块销售额确实很大哈。哼，他以为手握医美就胜算在握了，幼稚。幼稚。林潇潇也有点怪，但是没什么特别的。来，说个八卦。昨天晚上我看到他跟谭伟伦一起出去的，2个小时后他自己回的了。大新闻啊！哎，那可真够八卦的啊！你说这林潇潇，她不是有男朋友吗？他俩不是真成了吧？我是盯着他，我才不要八卦他呢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们俩懂不懂？懂。老贾，这次的宣传文件你要仔细检查，中英文翻译你要再三核对。呀，还用你说？还有，在仓库打包的时候，你要全程在场，你给我盯好了。啰嗦。产品装箱以后，你要拍照记录下来。知道了。这次我们的货在发运之前不能存放在内部仓库。那往哪放啊？我们在仁泰租了一个新的物流中心，会把货放在那儿。对外呢就说是法国总部统一发货，我们也不知道货品放在哪儿。苏菲可信吗？她这2天很紧张，尤其是上次开完会之后。不过，她还有得选吗？我有个想法，但有点冒险。有什么你尽管安排。这个计划呢，主要是由娜娜来负责执行，可关键的人却是苏菲。上次希尔达酒店的事情之后，她就已经失了脚。这一次林睿抢了我们的地盘，虽然棘手，但是却占了先机。正面打，我们再努力，短短的几天时间，我们必输无疑。所以我们只能是破釜沉舟，行非常之手段。你说，我们干。刚才苏菲传来他们的安排，这次很小心，他们把货品存到仁泰物流中心。可是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如果那款高科技爆款玻尿酸小安瓶出了任何问题，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GT， 找我啊？又不敲门了。哎呀，我老忘，工作太忙了，下次我敲。Justin 投诉你派他去守仓库。现在那些墙头草根本就不敢管1部还是2部的事儿，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未来的老总。老贾这段时间这么帮我们，他们那个高总什么都不敢说，一声都不敢吭。哎，后来直接也不给他安排工作了，放场了给我们用，可笑不？他还投诉你开会的时候聊八卦。切，这个老贾。林潇潇和谭伟伦出去，你知道具体时间吗？林潇潇，她是6点20分和谭伟伦一起出去的，她自己8点19分一个人回来的。我当时看了时间。明白了。什么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是要去仁泰看仓库吧？是啊，我都走到楼下了。你叫上肖文、董欣然、苏菲，没事了都跟你一块儿去。那边的事情比较杂，人多好办事儿，提高一点效率。行，去忙吧。JK， 什么事儿？你先去忙你的。菜菜，产假休的差不多了吧？该出来活动活动了。快
我那些散的给它摞齐。面霜，200件。这个也往那边放。这个季度销售额呢？你让他再等一下，这个事情是着不来急的。你跟小鱼商量了吗？约了几点？还有半个小时，你必须把 PPT 交出来。仔仔，好久不见。欢迎欢迎，走。北京这几家美妆平台必须要保证千胶的引流，必须的。他们家是主打口红的，我是考虑到定位会不会……如果不重要的话，林总会亲自飞到北京去签合同吗？所以，你这个方案必须要修改。行，那我再研究研究。电话记得了啊。喂，温总。今晚一起吃饭？今天晚上不行，我还在忙工作呢。有事有话要和你说。你有话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不就完了吗？不能。这个是有关你们的元旦攻略，来不来随便你了。有什么事说吧。喝什么？我喝水。好，水。这几天呢，我去了几次物流中心。前菜吃什么？海鲜汤。啊，好，海鲜汤。我专门去看了你们租用的仓库，备了很多的货，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健康护肤品。看来这是你们新年决战的突击方向啊。这可以没跟你说吗？我没问，他也没说。然后呢？就这些啊？你忘了？你说有事要跟我说的。你要先答应我，跟你说了之后呢，你不能马上就走，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儿吃饭。又给我谈条件，你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？能不能直说？你主菜吃什么？大米饭。这是西餐，那吃牛排吧。行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甜点吃什么？我减肥，不吃甜点。好，服务员，麻烦2杯水，2个海鲜汤，2个色拉，2份牛排5成熟，然后我记得你这有个低脂的 cheesecake 吃了不会胖的，对吧？是的。好，那就1份就好，我们 share。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请稍等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这家餐厅的氛围不错吧？啊？温哲。我看见林潇潇了，在仁泰物流中心，而且我问过了 ，SW 除了你们，没有其他的住院。他们2部的货品全部都存在内部仓库，昨天我还去确认过。这几天我每天都见到他。既然他的货不是在仁泰物流中心，那他在那儿呢，又是关心些什么？你要去洗手间？谢谢你们哲，今天的饭你就自己吃吧，新年我会请你。早知道这样子，应该吃完再跟他说的。喂 ，DK， 这件事我越想越不对。
你最好从北京飞回来。我才刚到北京。二部的货是不是全部都放在 SW 的内部仓库？可是为什么林潇潇去物流中心呢？我是觉得很有可能重演母亲节事件。是。小鱼，你低估方静了。他明明知道这次我们春节销售有多么看重，你觉得他会重复用以前用过的手段吗？再说了，我跟他约好了，这一次我们公平竞争，正面交锋。我相信他是一个守约的人。那林潇潇她为什么要去物流中心？那这件事又怎么解释？我听说二部也想节约成本，所以他们也可能物流外包，看看地方而已吧。这说不过去。现在马上就要跨年决战了，时间这么紧，他们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准备，赶在这个时间去现凿仓库。小鱼，你完全没有必要矫枉过正。我们这次活动所有的步骤都是查了又查，不可能给二部留下任何的疏漏。离产品上线还有2天，我认为你应该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还有直营店的促销准备，把分内的工作做好就是对团队最大的贡献。产品上线，直营店促销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。可是林潇潇的……好了，不要说了。我明天一早飞回上海。太好了。今天晚上你立刻到北京，既然你那边事情都准备完了，你来代替我把签交的合同搞定。那视频电话发邮件不行吗？为什么非要面谈呢？签合同的时候负责人不在场，你认为合适吗？你在慌什么？怎么会问这么蠢的问题？好吧，那我马上携程订票。苏菲完全没有问题，我今天已经去核实过了，库房的摆放、库管的流程都和她说的一样。成败在此一举，不得不小心啊。但是有个问题，苏菲以后怕是不好再去库房了。决战打响，她得到专柜去，负责库房的应该会是董小姐。董小姐也好，张小鱼也好，到时候都会居中指挥，像我们一样，都在这一层楼。只要确认苏菲是可信的，她给我们铺好的路，我们走下去就好了。具体的这部分执行，我让娜娜去完成。正面战场，你得多费点心。放心吧，方总，我们的促销计划也已经出来了。两线作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张小鱼急匆匆的，刚走。苏菲发消息了，说张小鱼订了今天去北京的机票。林睿不是下午才去吗？张小鱼也去？是那边网络合作方遇到麻烦了吧？算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箭在弦上，各拉各的弓吧。我那边刚才已经安排好了，万无一失。师傅，我不走了，不好意思。小鱼啊，查了快2个小时了，这次你是不是真的想多了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？不行，你每张图都要点开，放大，仔细看。700张图，中文的、英文的，我每张看了不下3遍，还不够仔细啊？中文的、英文的。董彤，我们是不是有单盒卖的修完玻尿酸小样品？你用你的电脑把带有英文标识的照片找出来。
你快点儿。哎，就这张，就这张，放大。成分呢？我这是中文标识，你这是英文标识，对比一下成分。水、甘油、玻尿酸原液、透明质酸钠。哎，你看，英文标识里面有个单词，这个 nicotinamide， 也就是中文成分里面的烟酰胺。你看一下啊，中文成分里面没有。对啊，中英文成分不一样。如果被有心人告到了监管部门，我们的货肯定会被查。去仓库。谢谢啊，师傅。走，走，快！哎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哦，你好，我们是 SW 的，想来查一下我们的货。这是仓库重地，没有特殊申请，明天早上6点上班时间再来。什么叫特殊申请啊？晚上10点以后，凡是要进入仓库的，必须提前打申请。那行行行，我让你跟你们温总说，可以了吧？温总？对啊对啊，就是你们的大老板。哇塞，您不会不知道吧？可是你随便打个电话，就说是我大老板，你猜我信吗？大哥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没有申请进不去。还想骗人？小玉，温小姐。温总，温总，您来了。您这个车牌号我都背下来了。哎，上车吧。谢谢温总。哎，给你们开门啊。做门卫的第一要紧的事，果然是记住车牌号啊。是啊。小鱼，下次有什么，你们提早一点说啊。大半夜的不堵车，效率高啊。是啊，麻烦温总了哈。那个今天我们太紧急了，突发情况。不客气。小鱼，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吧？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吧？我这里的全是。我的也一样。所有的中文标签全部都是错的。翻译太不小心了，怎么搞的呢？我们公司负责标签的同事刚刚审核过，不是翻译的错。怎么办？你这样，你赶紧给加斯汀打电话，让他把正确的标签全部打印出来，我们就在这儿守着，连夜把这些东西全部换掉。好。等一下。现在呢，快半夜12点了，这离城又远，他把标签打印出来，再赶过来，你们再一盒一盒重贴，这岂不是要折腾一夜？你还没看明白吗？现在是有人在害我们，就是再折腾也得换。如果到时候让方静留下了把柄，我们麻烦就大了。对啊，你让我把话给说完啊！我想说的是呢，这个标签我这仓库也能打印，所以你让贾斯汀把原档案发给我。我让几个员工处理这件事情，不就解决了吗？可以呀。啊，对，那麻烦你了，我们俩就在这守着。
我还可以再回家睡一会儿。我送你们回去吧。怎么了？还是觉得哪儿不对。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了标签上，万一有别的更严重的问题呢？你怀疑母亲节换货事件必须不能再重演。别关门！喂 ，Jacky， 到北京啦？还没有。怎么了？飞机晚点了？我没飞。为什么 ？Jacky， 你听我说，我和董小姐查到溴盐玻尿酸小安瓶里面的中文标识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中文标识里面的产品成分比英文标识里面少了一样烟酰胺。没事儿，现在我和董小姐正拿了几项产品，准备回公司仔细调查。张小鱼，这个方案是你做的，签交的合同对我们有多重要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不仅关系到我们这场硬仗，还关系到我们的未来。你说的这个标识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翻译错误。我要跟你说多少遍？产品上线只有2天了，你不到北京来解决问题，留在上海查什么产品？翅膀硬了是吧？我的话不听了 ，Jacky， 别说了，你给我停职，立刻马上！怎么了？温总。掉头回去吧，我们不去 BFC 了。那我们去哪儿啊？我被停职了。回去吧，我们还有的忙呢。Oh my god！ 你可是被停职了。但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啊，我不可能让 Jacky 出一点错。你也知道这一仗有多关键。你被停职了，怎么回事啊？电话里说不清楚啊！能小点声啊！大半夜的，向你们家泼你水啊！行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嗨，有什么电话我吧。文哲，谢谢你啊。你要谢我的可不止这一次。真羡慕林睿，可以让你这么的善待。哎，我对别人都很善待，好不好？拜拜。拜。变甜了。哎，这些大纸箱，他忘了带走。哦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就当你这个壮劳是搬上楼，还是我来吧。哎呀。快点啊！你慢点啊，我东西。起来！三更半夜的，小点声，不吵醒爸妈。三更半夜的让我做后背，我从来就没做过。别磨叽，老贾，你是个男的。男的？你有不同意见呀？管他 ，OK。
这也看不出什么来啊。再把这个小盒盒打开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？打开？这打开可就不好卖了，1000多大洋一盒呢。没关系，小鱼有钱。拆你个头！核对编码，猪，念编码，猪都过去了。国装备进字 G2017004858。没有啊？没有？怎么回事啊？是假货，不能吧？全部拆开查一遍。这整箱条形码都对不上，得赶紧报告吧。别呀，万一这条形码录入有误呢？以前西区就出现过这种情况。是真是假？打开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？什么？哎 ，stop！ 你俩疯了，要不像啊？你呢？我，哼，我才不陪你俩疯呢。老贾，扩大采样面在统计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概念。哼，我不。乖，这男人啊是要讲义气的呀。来。哎，干嘛？别，停！我自己来。等儿，等等。嘿，哎，想想。你感觉皮肤怎么样啊？没什么感觉呀。你也没什么事儿啊。我没感觉什么不对。我同事。你同事好像有点不对劲啊。哦，再次点。老贾。送我去医院。医生怎么样了？病人是过敏性休克，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，他是严重的过敏性体质。你提前他吃过什么东西了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这个你看一下，会不会是用的这个化妆品？特殊情况下，他这种体质接触含乳化剂类化学成分的东西呢，比较容易过敏。但是正规的化妆品成分控制得非常严格，应该没问题。除非是假冒伪劣产品，我建议你们到质监局去检测一下这个东西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，不客气。完了。怎么了？仁泰仓库的货今天下午就会发往全国各地，你在这陪着老贾。我先去仓库啊。你慢点啊。已经装车了。那麻烦你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赶紧停下，等我过去。这不合适吧？你们林总今天上午专门打电话叮嘱过的，要准时出发的。现在是紧急情况，你必须让他们停下。紧急不紧急我不管，在 SW， 林总是老板，要停也行，让你们林总自己打电话跟我说。
师傅，我叫的车，走吧。你们在那看好货，等我，我在路上等，一会儿就到。师傅，快点行吗？我着急。稍等，等个红灯。啊，我疼！刚刚那绿灯你怎么不过去啊？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这过不开车？师傅，我有急事儿，等不及你处理了。这回你做我微信没扣吧？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刚刚那个绿灯你为什么不过去啊？你来个急刹车，我这来不及啊！我这什么急刹车，一直在红灯，你自己不好。赖我了，我全责了。你下大错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特别着急，公司出急事儿，你带我去。头盔戴上。走，好了。我们现在三体咖啡可火了，你也不来看看？啊？什么？我说三体咖啡火了。什么？我说没事儿。就那个，就是那车。好，快！知道。找死啊！说什么呢你？不好意思啊。你好。我是想问一下，这个是 SW 的货吗 ？SW，他们还在后面仓库装货呢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坐稳了。就那边。停在门口。知道了，也知道了。停！快！我来给你弄。干爹啊！我公司这边有急事，我要赶紧处理。你自己行吗？你不相信我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行吧。走了啊，谢谢了。整头发。在核对表上都记不清楚了。好的，我现在就给林总打个电话。好的，放心吧，仔细点。好，交给我吧。林总，还没有查完就已经发现了机箱假货。所有假货封存不动，真品按计划发车。不能耽误明天的上线时间。我知道。还有，你回上海了吗？我在物流中心等你过来。我在北京去机场的路上，你擅自留在上海签交的合同，我能不签就离开吗？对不起。这批假货如果流入了网络市场，将是 SW 史上最大的品牌危机，对网上的电商系统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所以张小鱼，你也算是有功，但是这件事我马上会跟总部汇报。所有监控记录跟这个有关的证据，你给我保护好，听清楚没有？仁泰物流中心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 WMS 仓储管理系统，每一件进入到中心的货物，我们首先会给它打印上我们自己的条形码，然后输入到电脑系统，然后再分类存储，这个过程全部都是自动化完成，所以在这里不可能进行换货。
我们仓库内的货物运输也是采用一个自动化的系统，员工只是负责一些驾驶叉车的相关工作。哎，等一下，就那个叉车，那驾驶叉车的员工呢？是，这个环节确实是有可能进行换货，但是即使那个叉车员工要作假，最多也只能调换箱子里面的货品，因为箱子要出库时，如果没有电脑系统登记的条形码，是无法出库的。文总说的对，大家看这里，我们仓库是24小时监控，只要一旦出现异常，库管会第一时间介入。我们监控录像全覆盖，你们的人正跟我们的安保组一起在查看。那这么说，问题就不出在物流中心了。你想想啊，这个货品呢得经过3个环节。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原产地德国，他们出关还得入关。第二个环节呢就是进入到你们 SW 的仓库，入库打包，再来才是进入到仁泰的物流中心。那如果很像刚才我们这样讨论的，我们仁泰物流呢无机可乘，那么入库打包环节，你说呢？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仓库。谢谢文总，麻烦了。小文，马上去仓库，保护好监控录像。